今日介紹呢另一個型號叫 K7 Pro。咁呢把鎖係咩特色咧？都係講設計。我哋呢個 VOC 咧都係講 Voice of Customer， 聆聽客人嘅需要。講個設計先，佢比較線條比較硬朗，側面睇咧係一個直線再斜落嚟嘅設計，睇落咧好 strong 嘅。如果你屋企嘅風格大門嘅比較深色啊，我哋推介你用呢個深灰色嘅 K7 Pro， 亦都係有人面識別啦、密碼、指紋、拍卡、鎖匙位亦都喺呢個位置拍落嚟，緊急充電亦都喺呢個位。而個室內咧，同樣個手柄設計咧，亦都係擺埋喺機械開關同埋電子開關撳掣啦，亦都可以扭動啦，咁就比較人性化啲，擺埋一齊，唔使再分開擺啦。佢嘅反鎖亦都係要撳落去，你先可以鎖到，唔會話有小朋友唔小心擰到佢，擔心咗呢個問題啦。高清鏡頭，長撳，亦都係室內亦都有多一個鏡頭，所以雙鏡頭設計，價錢非常之有優勝，性價比非常之高。如果大家係鍾意一啲比較深灰色、硬朗少少嘅設計，咁我哋推介 K7 Pro啦。